今集 X Power Gear Lab 咧帶俾大家兩款好靚嘅蠟筆小新聯乘旅行充電器啊！咁同 X Power 系列嘅旅行充電器都大同小異啦，支援4款嘅插座模式，有US 啦、UK 啦、EU 啦同埋 AUS 嘅，咁支援差唔多接近200個國家㗎啦。另外當然亦有過充啦、過流啦、過熱啦同埋短路嘅保護裝置嘅，內置一個10A 嘅 fuse 嚇，咁如果唔小心真係燒咗 fuse 咧，係可以更換嘅。輸出方面咧就有4個輸出，除咗前面嘅原始電插咗嘅輸出之外咧，頂部咧有2個 Type C 嘅輸出啦，支援 PD 3.0嘅，而側邊咧亦都有一個 Type A USB Type A 嘅輸出。重點嚟啦，我覺得今次蠟筆小新嘅造型插座咧係即係最靚咧，其實係2個套尤其白色小白呢一個，咁亦有翻呢個蠟筆小新嘅圖案喺上面啦。咁另外咧呢2隻顏色一隻白色，一隻綠色咧，我自己係中意隻綠色多啲啊，因為蠟筆小新露個 pat 出嚟咧 ，pat 個部分係大啲啊，咁搞笑啲啊。如果中意蠟筆小新帶俾你嘅歡樂氣氛想佢陪住你去旅行嘅話咧，咁就可以留意下呢2款 X Power 嘅充電座啦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1換1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啊！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